这届大选是真竞争，各界关注的焦点包括未来内政，民进党要安怎甲南北来合作，还有伫外交，两方之间安怎变化，嘛牵连台湾、美国甲中国的关系。谢谢所有台湾人民。感谢支持者爱好顺利提总统大会，大选结果当选人民进党赖清德继续立即执政。为一开始赖清德得票超过100万，一度气势就一直冲，提得票数的4成。这摆大选，咱特别三卡都竞争激烈，那也发出集中选票，要拼政党轮替。集中选票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弃保了。那么这个弃保当然一定会有，但是显然这次看起来的话，弃保所发挥的这个比例应该不算太高。被弃的选票呢，也不见得完全转移到蓝营，可能也有部分转移到绿营。好，所以蓝绿都会有。学者分析，所谓的弃保效应并无出现。不过，这摆大选竞争激烈，投票率袂歹，南北得票率合起来差不多6成，显示对历行执政8年不满。中间甲少年选民出来投票，因为投票取向真足关键，一路落来国民得到年轻世代支持，互选情变化莫测。年轻人大部分对蓝绿的这种结构来讲非常不满，他们不会去投民进党，但是也不会去投国民党，但是他们选择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一个不满的一个诉求。年轻人大概传统上不太会去政治型的这种场合，确实，底下群众的组成比例大概有1半都是年轻人。学者认为，台湾选举真大程度触发台湾内部甲外部问题，外交上台海和平一直甲美中台之间的微妙关系真密切，而且中国介选情形也继续干扰选情，内政上贫富差距、土地正义这议题长期列入民怨，拢牵动选情发展。赖清德当选，他等于是颜面无光，习近平颜面无光，所以他应该是要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动作，去想要惩罚台湾的选民。蔡英文时期其实释出了很多善意嘛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管再怎么样释出善意，其实都差不多了。在野党更负责任的把理由说清楚，然后并向社会大众说明说，我们是理性监督，而不是单纯的正式意识形态对立。这也是接下国民党我们应该去改正跟调整的一个空间。选赖清德赢，两岸关系顶悬，赖清德如何维持现状，牵动美中台之间微妙关系。在国会席次顶悬，三党无过半，另也如何甲南北合作，和新总统赖清德未摆卡，拢是关注的焦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